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研究人员是正拍拼来做刺龟的保育，顺利伫咧人工的环境帮助刺龟探井，这就是台湾成功的头一例。志刚向民众说明，水族箱的内底就是全台头一届人工栽培成功的刺龟绿斑离齿豚。今日找原本饲伫海科馆条件智能海洋馆的刺龟，无按时说的生卵，研究人员用心照顾，将近2个月时间成功生产，健康长大。就在幼体的时候，它也很脆弱。如果一不小心水质有变化的话，也很可能集体就会染病。所以中间我们有一度因为冬天水温变化比较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有损失掉一批的小鱼。海科馆表示讲，绿斑离齿豚佮合作刺龟还龟龟鱼，体型若龟龟啊咧，规身躯全是刺，拄着危险的时阵，就会下性命吞水，互身躯膨起来防卫。看起来真古锥，幼鱼内底养老生活，真好看到伊。若大只了，就会转来较真的眼大海洋生活。因为伫咧生团的过程，免怎养殖是真无简单。我们就到野外去采小虾或者那种小小的在潮间带里面小的东西拿回来给它吃，会利用那种人工饵料，用一个钩绑在钩上面，借由我们晃动食物的方式去吸引它，想要来过来吃东西。其实海科馆现在这个智能馆里面大概有5700多条鱼，有320几种的海洋生物。人其实都是拼命的在照顾我们这些海洋生物，跟富裕我们的海洋生物。其实我们潮境智能馆这个馆本来就是一个以富裕跟保育为主的一个智能馆。海科馆表示讲，这届刺龟婴仔成功栽培出来，搁来开放参观，希望民众唔通错过机会，进来海科馆来做生态之旅，进来看罕咧看到的刺龟幼婴仔的外形，甲伊古锥的模样。记者综合报道。